我靠上帝，我要学罗伊的话；我靠耶和华，我要学罗伊的话。我已经我靠上帝，我就无惊。人要啥法得我奈何？上帝啊，我对你所希愿伫我的心上，我要用谢恩的祭献给你。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将要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171首圣徒自集主圣殿，会将3角起日来吟全首。即卖要三角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阮的上帝，你创造了四季，用凉风吹来通知阮春天来了。你应允了雨水灌溉阮的水库，解除了阮土地的喙担，赐予万物搁一届有生命的愿望。今日早的日头，予阮有幸福感的温暖。这个创造就是你的疼，予阮伫真实搁简单的生活中过活，并无遥远，也无搁需要加添什么。感谢主的创造供应，阮珍惜即卖阮所有的。阮若伫无醒无月的暗暝，阮犹原要看见你应允的道路，因为你做阮的目睭，是阮路上的光，予阮袂会迷失方向。阮随时随地拢要学罗主，阮嘛要来求主赦免阮无防知的罪。阮的心有时有弯巧的思想，阮的嘴有时有意无意讲出伤害别人的话。阮的目睭有时用制度来看别人的好，阮的耳仔无介意听真理的苦劝，因为阮的冷淡脚无行温困帮助人的路，因为阮的贪心手就趁毋是阮劳苦所得到的金钱，请主赦免阮深深藏的高高甜的罪。求主除去阮所倚靠的金钱、权势甲名声，互无属主的意念拢离开有罪的阮。阮知影，不管阮罪有偌重，阮是啥物种的人，上帝你还阁是要疼阮。阮若放落家己旧的过去，新的就要来。阮无仰望阮的罪人变做完全。但是只有靠主圣化甲你的关系，改变阮愈来愈接近你的真理，互阮冷淡的心变做关怀的行动。求主特别少年遐无力袂动弹的人，少年面对重要决定的人，少年拄着大试炼的人，来帮助家庭变故才有凄惨的人，社会面顶犯错。即卖咧痛悔人，求主也医治遐倒伫病床顶的兄弟，帮助遐失业袂通享受工作快乐的人，也深深来安慰遐失去亲人的家庭甲伤心的人。有时阮的软弱会感觉到上帝你无伫阮的身边，直到来失去愿望。求主显明。互阮伫祈祷中来拄着主，甲真正的家己，
调整甲主的关系。认捌阮的失去是一种主所赏赐的礼物，失去激发出搁较侪的快乐，带阮进入丰富的生命。每一个人拢找到安息的所在。阮伫人生每一个阶段，你拢知影阮所有的需要。只有你的陪伴，阮会得到深深的安慰甲快乐。不管用祈祷还是用行动，拢会使成就上帝的圣工。因为阮虽然无好，抑阁知影要摕好物件，互阮的儿女。何况天父你敢无甲圣灵赏赐互求你的人吗？求主帮咱地动了丧失亲人、家园甲健康的人，恢复因对生活的愿望。求主嘛，医治台湾脆大的土地。互阮珍惜上帝赏赐阮的美丽岛，求主嘛，互阮宣告时拄着阻挡软弱，若得到智慧去解决这个代志，也互阮教会明白合一侍奉的意向，得到引带。阮的事业体经营是毋是符合主的心意？是毋是只有我靠阮人的能力甲眼光来经营？主啊，阮的需要你拢深知，阮小组宣告的意向，求主嘛示落伫有心要甲主搁一届立约的同工的心上。阮所敲找的主任牧师，求主用你的方式，甲你所定的时间赏赐互阮。阮若毋望遐无看见的，就要忍耐听候，因为你的能力是阮人的软弱面顶显得完全。求主今日互邢牧师传讲的信息带来反省、懊恼，甲阮有宣告的快乐。阮安尼祈祷无完全，阮们即摆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你听，愿你的名是。今晚要来启用经文第30篇，圣诗后面45页是箴言第8篇。经文第30篇，我来启，大家来用。智慧敢无咧叫？伊伫路边悬地顶面，伫城门边，伫城门口。众人啊，我叫恁。讲憨直的人啊，恁就会晓得通达的理。恁就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比妖花做法的起头。对永远对极起头未有世界的大声，我已经受设立。大山未定着，细山未有的大声，已经生我。伊建立这天设
圆环伫深烟的顶面。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海定着界限，互水无搬过伊的命令。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恁遮的囝着紧着听叹我，因为接受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听叹我日日伫我的门口咧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即马咱要过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72首，学罗全能的主上帝，会众起立来吟全首。会众请坐。即马献歌队要引带咱来学罗敬拜，因为学罗的诗歌是伫师傅的手中。
先歌对那题材歌声，拢献荣光予咱的上帝。即嘛要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119篇第41到第48节。现代中文译本是781页。诗篇119篇41到48节。你坐位面前若有圣经的，你会使摕现代中文译本同齐来强读。我要照现代中文译本来强读主的话。41节，上帝啊，求你我显明你不变的慈爱，求你照你的应允拯救我，我就会使回答侮辱我的人。因为我信靠你的话，求你互我会使时时讲真理的话。因为我仰望你的法律，我要继续遵守你的律法，直到永远。我要自由自在生活，因为我遵守你的教导。我要君王宣讲你的命令，也要至到见效。我摕遵守你的命令为快乐，因为我意爱伊，我尊重佮意爱你的诫命，我要思想你的教导。以上愿上帝祝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咱今日要请新牧师来甲咱传讲上帝的信息。伊要讲的信息是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诗篇，请大家恭敬来领受。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互阮有耳孔通听，互阮会当领受你的话语，也求你来拍开阮的目睭，互阮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真做阮的帮助，真做阮的快乐。互阮的人生会当行伫你正确的道路，领受你的恩典，甲福气满满。愿将即个时间继续交托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的神甲阮三角伫地。愿安尼祈祷是我靠叫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咱教会有一个共同的读经表，现在拄啊好读到伫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是诗篇内面上长的一篇诗篇，也会当讲是规本圣经内面上长的一章。诗篇119篇总共有几节？大家敢知？真好，真侪人拢知影，有176节，遮尔济。是安怎是176节？拄啊好就是22乘以8。因为诗篇内的字母有22个，然后伊每一段拢是8节，所以每一段拢是用一个字母做伊的开始。所以咱即个PowerPoint 看到，这是一个头一段，但是伊的字是为正边到倒边，甲英语无共款，所以咱看到当知这是头一个字母，伫上正边就是阿勒夫，所以伊有22个字母，总共有22段，每一段有8节，所以就是176节。安尼今仔日咱知影即个数字已经有一个概念，所以人若问咱讲，是安怎是176节？咱就会当来甲人来说明。作者伊安尼编排的用意。主要是互人会当来教导，嘛会当来记，嘛会当来背，佫会当安尼要读，嘛会当读出来。咱牧师团伫安排咱的主日的讲道，咱常常拢是照即个读经的进度。当然，咱今仔日袂当将即个诗篇119篇拢甲读好了。因为若对头到尾读了，我有试过爱18分钟，这个是无
换喘气吼，无搁啉水吼，安尼一口气安尼甲读好了，所以咱会当家己来读就好，嘛是建议咱先甲读过一遍吼，你要看会较紧吼，总是嘛是爱细字毋通看甲拄久吼，因为有时阵读这较长的诗篇吼，总是需要耐心吼。不过我相信经过今仔日牧师甲咱讲解了后，检采你咧读这篇诗篇的时，你会当用一种敢若寻宝的即款的心态吼。你要读的时就搁较趣味吼，因为咱其实会当哪读会当读出其中的意思，搁读出其中无共款的意义。伫诗篇118篇的内面，119篇的内面，咱教会咱资传嘛有替咱录即个每日亮光，所以咱嘛会当照着即个进度，每一日就读差不多嘛是8节吼，然后照着即个每日亮光拢有咱的牧师来陪咱读圣经，搁会当讲解分享内面的意思，检采咱咧读圣经的时会搁较有趣味，嘛搁较会当来得着。咱讲诗篇119篇是一首真特别的诗篇，毋是干那因为伊篇幅上长那定，事实上伊上特别的所在，就是作者伫遮尔长的诗篇的内面，伊不断伫遐伫表达对上帝律法的渴望、意爱、甲欣赏，而且真愿意来遵守上帝的律法。伫诗篇119篇内面，诗人用真济字无共款，但是意思共款的字同义字，伫遐伫表达律法即个观念。伫遐内面有讲到律法，有言语，后面的数字就是伊出现的次数。所以咱会当看到，阁有典章、法度、律例、命令、训、教示、话语遮的，差不多每一节拢会出现一个即款的字。所以你读圣经时嘛会当甲画起来。伫遮作者伊有一个目的，就是互咱有深刻的印象，会当专心注意伫上帝话语，也是上帝的律法的顶面。咱伫讲到律法，咱基督徒常常心内底对律法有一种负面，也是无啥好势的印象甲误解。咱有即款的现象，主要是对伫新约圣经，特别咱咧读福音书内面的犹太人，特别遮的法利赛人，或者是宗教的领袖，包括遮的经学师，遮的祭司头。咱读圣经的时，看到遮的人常常三不五时就来找耶稣的麻烦，因要用因的律法的规定，要来甲耶稣定罪。特别常常耶稣甲因有一个冲突，就是关系到安息日的理解。犹太人因认为讲安息日就是照着10条诫第4条诫讲，爱守安息日做圣，然后啥物工作拢袂当做。过来，啥物是工作？因着对工作有真济定义，比如讲你行偌远的距离就是工作，那安尼咱拢袂当来教会做礼拜，因为安息日袂当行偌远的距离，这就一定袂当摕偌重的物件，因为你若摕偌重的物件嘛是工作，你袂当起火，甚至你袂当试开关，袂当试电铃，袂当试电梯的即个按钮，这拢是工作。因对工作有真严的规定，医生伫安息日嘛袂当共看病，因为看病嘛是一种工作，因为你有收入。但是耶稣却常常伫安息日伫共医病赶鬼，因为耶稣讲安息日应该做的是啥物？是好事还是歹事？当然是好事。你共医病，互人身躯得到自由，
这是好事，搁较应该伫安息日，伫上帝的日来做。所以这就互遮个犹太人不跳，因为耶稣伫遐去犯着因的禁忌，去吸着因真敏感宗教的神经，甚至耶稣伊家己解说律法。实际上对因来看，耶稣毋是正统的犹太的律法学校出身。耶稣却是甲因讲，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创造。所以人主嘛是安息日的主。咱知这对遮个宗教领袖嘛是真大的威胁，因为虾米？因为自古以来，律法是虾米人解说？是有权柄的人解说，是统治者在解说律法。咱伫台湾，咱有时嘛会讲法院是虾米人开的？就是讲，这是有权的人，有权统治者因会当照因的意思来解说律法。那耶稣伊伫遐解说律法，等于就挑战因的权威，也是因为安尼，因就决心要将耶稣来害死。咱若是对以色列人的历史甲律法发展的关系来看，会当简单来分做3个时期，就是律法颁布的时期、律法拍远的时期，甲律法恢复的时期。伫摩西五经的内面，就是对创世纪到申命记伫遮，上早上帝通过摩西来颁布法律。总是迄个时阵，法律拢是较简单的规定，亲像10条诫，或者是祭司的工作，人要安怎来献祭，安怎敬拜，搁来是甲人的生活有关系。啥物食物是清气的，或者是生活顶面爱怎样来保持洁净，安尼才会当伫上帝面前，甲上帝会当来继续来建立即个关系。这是上早的律法。总是咱看到，当以色列人因进入迦南地了后，检采是为着要征战，检采伫因嘛受到迦南地遮个原住民的宗教影响，检采伫迄个时阵也无有真正的即个先知伫遐咧教示因来了解上帝的律法，检采因嘛无要听先知的话，总是到伫即个时阵，就是咱讲律法拍远的时期，甚至遮个国王因嘛是拢无有照上帝话在行，无有伫遐在尊重即个信上帝的宗教的信仰。所以，这个时期就是咱讲律法拍远的时期，一直到伫主前第8世纪，在以色列国去互巴比伦来消灭了后，在人民因就四散到伫巴比伦帝国逐所在。这个时阵，因才开始咧想一个问题：是安怎上帝互阮拄着即款的命运？是安怎上帝的选民会亡国，阁会失去因的土地？伫迄个时阵，因有一个结论，就是因为因拢无听上帝话，无照上帝的律法教示去行。即个时阵，因就开始阁将即个摩西五经遮个先知的话，阁甲找转来，甚至阁较真严格，叫人爱遵守，阁解说甲非常的清楚。亲像咱头拄仔讲即个安息日的规定，这是其中的一项来定。嘛是因为安尼，咱讲矫枉过正你要甲诱转来，但是诱了伤过头去，所以这个律法反倒定甲非常的幼，非常的严格，使得人无法度来去遵守，无法度来去执行。所以，咱伫新约的时阵，咱所看到遮犹太人、遮法利赛人，因的律法就是即款的情形所产生的。嘛是因为安尼，因为对律法的认知
有偏差、有错误，所以因就无法度伫遐来看出耶稣就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囝。反倒转伫遐，因就将耶稣来害死。总是咱读福音书的时阵，咱知影，主耶稣伊就是上帝的囝。伊佫讲，毋通想讲我来是要废除摩西律法，也是先知的教示。我来毋是要废除，要实现。保罗伊伫罗马书10章第4节嘛讲，律法的结尾就是基督。既然信伊的人拢得到称作义，就是甲上帝恢复关系。是安怎会当安尼呢？因为耶稣伊就是上帝的囝，是上帝道成肉身伫咱的中间。什么是道？道就是上帝的话，就是律法，就是上帝的启示。主耶稣伊对天顶将上帝的话，也就是上帝真的律法，活活来带到伫咱的中间，互咱会当明白上帝的启示原来的精神甲意义。同时，佮赏赐圣神互咱会当伫圣神的帮助的下面，互咱的行为、咱的生命会当真正符合律法，就是上帝的要求，甲上帝会当恢复一个生命的关系。这就是耶稣伊来这个世间，对咱来讲上大的帮助。所以，当咱咧读诗篇119篇的时阵，咱看到这个律法，咱会知这毋是新约时代遐犹太人因迄款互人袂当喘气，互人被定罪、互人死亡即款的律法。诗人伊伫遮所想到的、所讲的律法，检采是上早摩西五经时阵的律法，甚至咱会当讲，伫某一种属灵的赞词的顶面，就是咱基督徒所认捌主耶稣，伊所代表上帝的道。咱会意爱上主耶稣伫咱的中间，咱欢喜甲主耶稣亲近，咱会欣赏主耶稣的慈爱。诗人伫遮所表达的对上帝律法，嘛是即款的欣赏，即款的意爱，要亲近上帝的话。这就是诗人伫遮所要对咱来显明的。所以，当咱咧读诗篇119篇的时阵，咱看到这律法，咱会知这就是上帝原来所要向咱启示即款，互咱会当来去遵照去行即款伊的启示的话。当咱咧讲到律法的时阵，咱常常会感觉无啥自在，感觉无自由，因为咱拢较爱讲关系，咱注重人甲人的关系，咱会讲情，咱会讲理，咱无爱讲法。今仔日若是咱中间较袂着一种即个法律提出来，我想你会感觉即个人安尼真定，即个人真冰冷，真无情。咱拢无爱就随将法律甲提出来讲。相时，咱嘛知，咱嘛会感觉，自由甲法律常常袂画上等号。一个凡事拢爱照法律行的人，检采伊是无有行动自由的人，检采是安尼。所以咱常常袂将法律甲自由放做伙。总是伫今仔日的圣经节的内面，诗篇119篇45节，咱有读到，这安尼讲：我要自由自在生活，因为我有追求你的律例。这是啥物意思？伫咱生活经验的中间，有时阵咱嘛会甲人分享咱的信仰，也是在甲人传福音，邀请人来咱教会。总是咱嘛会拄到人即款的回应，讲信基督教有真济的规定，这也袂使，迄也袂使，真无自由。
检查伫伊心内迄个时阵，伊想的是伊有一寡无好的习惯，或者是伊的生活态度无啥好势。伊惊讲来到伫教会了后，咱就会叫伊来放弃遮个习惯。嘛有人会讲礼拜日，佫无法度好好休困，爱去做礼拜，安尼一去就半工，啥物代志拢袂当做。有的人讲较直接，讲我即摆咧做生意咧工作，真无用，爱佫加班，爱应酬，意思是讲，伊可能做生意的中间，伊爱去一寡无好的所在，或者是讲，伊的生活无啥正确，所以伊就直接讲，安尼等我无工作，等我退休再来去教会，嘛会拄着即款。总是咱爱知，这是因对咱信仰内容无了解，咱若有机会，当然会当来甲因解说。过来，咱嘛会当对遮知影，事实上，真侪人伊对伫咱的信仰、咱的教义是正面、是肯定的。意思是讲，伫因的心目中，对咱基督徒的品格的认捌应该是真悬。是讲咱的品行行为应该是真好，总是因感觉因的行为无法度亲像咱要求的遐尼悬、遐尼好，因嘛惊因无法度做会到，所以因就伫遐来放弃、来拒绝，这也是真可惜。这是因为因无了解上帝的主爱。以及圣神伫咱中间怎样来运行、来工作、来帮助咱？咱讲自由甲律法的关系，咱知影，特别咱即马伫有法律、有法治的社会，咱知真正的自由，毋是迄款无受到约束，我要安怎行就安怎行，要安怎做就安怎做，毋是安尼。真正的自由有关需要接受约束，需要接受控制。咱会当用道路来做例。现代文明一个真重要的象征就是道路的系统。一个真好势完善的道路的系统，毋是干那即个路铺了真平、真好势那定，还佫有。所有的路网，毋是干那一条路，有几条路，有也是有即个交流道遮的，嘛是爱有青红灯，即马人咧行嘛有即个小绿人，佫有读秒，互咱会当佫较人性化，佫较知影讲，即马爱佫等偌久，也是讲爱有一个标志，有即个警告的标志，有禁止的标志，若是要考驾照的人。对遮个法规应该会佫较了解，也是讲佫较好势一个道路嘛的系统嘛是爱有救援的系统，就是讲若是车歹去，也是拄着事故，要安怎有即个救护车，也是即个斗相共的人真紧到伫迄个所在，甚至爱有收费的系统，当然这是伫高速公路，以前是人工用回数票。收费即马检查有即个 ETC 有 E-Tag， 即拢是一个真完善道路系统内面会包括遮个。反倒转，若是伫一个真落后，也是较散车的所在，也是国家，因检查着无有真好势道路的系统，甚至因的路无一定是平的，也无一定是真安全，所以。咱讲即个道路的系统，互咱会当来了解。今仔日咱若是行伫即个道路，也是开车伫即个道路，咱有缘就要遵守遮个规则，敢毋是咧？就算是咱要行路，咱嘛知红灯就要停，青灯就要行。律法嘛是安尼，律法内面要禁止你袂当做，要要求咱就要做。所以律法的功能就亲像遮个道路的系统共款。咱伫即个现代道路系统，咱就爱知影，爱遵守遮个规则，咱才会当平安
真顺时到伫咱要去的所在。所以伫诗篇119篇内面，咱会当看到各一个字也常常伫遐来去互诗人讲着，就是道路即个字。咱上熟的105节则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咱敢知拢会晓背。意思是讲，当上帝为着咱世间人规划的道路，甲咱人生所要行的路会当符合的时，就是真正的自由，就是上帝的福气，要伫咱的中间。主耶稣伊嘛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主耶稣佫讲，恁会捌真理，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所以今仔日感谢上帝，咱伫主耶稣的内面，咱就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主耶稣就是迄个道路，要互咱会当行通到伫上帝恩典祝福的道路。搁伫主耶稣的内面，咱嘛要得到活命，互咱会当得到平安，得到福气。所以今仔日，咱对上帝律法的了解，就亲像主耶稣伊讲过，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共款，上帝律法也是为着人来设定。总是上帝互咱这律法，毋是要甲咱控制，毋是要甲咱约束。甚至毋是要甲咱控告，毋是，是要爱咱会当有一个标准，有一个会当来遵守的方式，会当来认捌伊，佮互咱伫即个世间，咱的生活会当有一个遵守的一个方向。所以伊互咱遮的律法，这就是上帝为着咱人类所设计，佮起造一个伟大的工程。就是伊的话，伊的启示，伊的律法。所以咱讲，诗篇119篇是一篇伟大的诗篇，毋是因为伊篇幅上长有176节，毋是，是因为伊互人看到上帝伟大。上帝毋是干那创造即个世界伟大，伊阁为着疼咱，互咱有遮个规则。互咱会当来了解伊，这就是上帝为着疼人来显明伊的伟大。互咱会当通过研读、通过默想、通过遵守上帝话来亲近伊，来领受伊的恩典。有一个犹太人的故事，伊是讲，伫古早有一个所在，犹太人受到异邦的统治。当然这是真有可能，因为伫因的历史中间。真侪时阵拢是无有家己的国家，无有家己的土地。当即个统治者甲因讲，禁止因袂当阁读圣经，袂当看摩西五经，袂当研究遮个律法。总是有一个列比，伊有缘继续伫遐咧世界讲解圣经，假是人着爱读上帝话。有一天，有一个另外犹太人拄着伊，就甲伊讲，你敢毋惊政府吗？政府安尼禁止，你阁无要照政府的规定吗？即个列比就是即个犹太人的老师甲伊讲，用一个故事甲伊讲，有一个狐狸，有一只狐狸，有一天伊行到伫湖边，看到水内面有一寡鱼。在游来游去，当然狐狸就想要食遮个鱼，但是伊毋敢跳入去水，因为伊无啥会晓游水，佮惊淹死，嘛无一定掠会着。所以即个真奸巧的狐狸就甲遮个鱼仔讲，恁是安怎伫遐咧游来游去？鱼仔就讲，因为阮惊有人会来甲阮掠，所以阮着游来游去，安尼人着掠袂着阮。即个狐狸佫甲因讲，若安尼，恁哪会无爱起来掠地甲阮做阵生活因为阮狐狸嘛是惊人，但是阮知影要安怎灭遮个人，阮佫会当甲你保护。
即个鱼仔就甲狐狸讲恁狐狸吼，虽然是真聪明啦，但是嘛无啥外巧。多谢你的建议吼，因为阮伫遮还佫有水，通好互阮生活。虽然有时阵有惊吓有危险，总是阮若是到伫大地，阮就无法度活，只有伫遐来等死若定。咸菜佫会诚做狐狸的食物，这就是即个列比用即个故事安尼，伊就继续讲咱犹太人就亲像遮个鱼仔伫水的内面，咱会当靠着水来活。咱的水就是五经，就是上帝的话，就是律法。咱若是将遮个弃杀，无要去读伊，无要去研究，安尼咱就无法度佫活伫即个世间。意思是讲，因嘛失去生存的意义。所以咱看对伫犹太人来讲，律法就是因存在意义，就是因会当用安尼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嘛会当用安尼来会记得因佫是犹太人的身份。所以因伫遐常常在读，常常在研究，就亲像诗篇119篇所强调的。对咱基督徒来讲嘛是共款，咱嘛需要常常来研读圣经，研读上帝的话，因为咱已经互耶稣基督的保惠来拯救，互圣神来清去。今仔日魔鬼的诡计是啥物？伊就是爱咱基督徒莫去读圣经，伊用各种的白贼来欺骗咱。伊会讲圣经这是几千年前所写的，即马已经落伍啊。圣经咱遮尔歹读读嘛无一定读有，甚至会讲读圣经嘛袂当准饭食，不如去趁钱。甚至伊会讲读圣经遮尔学，不如咱着去参加特会，不如来去求上帝直接来赐福互咱较紧。这就是上帝这是魔鬼伊的白贼，伊爱咱对上帝的话愈来愈生分，互咱属灵愈来愈无困难，互咱无法度听到上帝的话。所以伫咱信仰生活内面，咱搁较需要常常来研读圣经。佫毋是咱研读，咱嘛会当互相来陪读。有人检测毋捌圣经，也是咱家己嘛有一寡无了解的所在，总是咱会当做阵来读，也是来查经，这拢会当互咱对伫圣经搁较认捌。咱嘛会当愈来愈熟悉去听上帝话。有一节圣经节我非常意爱，伫马太基书第3章16节，伫遐讲：迄时敬畏上帝的人彼此谈论，上帝注意听因的话。伫伊的面前有一卷纪念册，记载着敬畏上帝、佮尊敬上帝的人的名。这是一个真水的画面，意思是讲，当咱伫遐在读圣经，当咱在讲起上帝，互咱的恩典，当咱在见证伊的名的时阵，伊就伫遐在听咱。咱基督徒常常伫教会或者是斗阵的时，咱常常伫遐因为人的问题伫遐在讨论。当然，搁较无好是伫遐在过话，或者是咱在聚会开会，咱嘛常常为着教会一寡法规、体制、程序伫遐在讨论，总是搁较重要。上帝有兴趣的，搁欢喜听的，是咱的学老，咱的见证。咱用伊的话彼此勉励，用伊的话伫遐来发明上帝伟大的时阵，上帝就注意在听。咱常常嘛在祈祷的中间，咱特别拄着代志的时，咱嘛会埋怨上帝讲：上帝，你敢有在听？
当然上帝有在听。问题咱安尼讲的时，是爱上帝照着咱祈祷的时，即时甲咱回应，也是替咱解决问题，也是成就咱所祈祷的内容。上帝爱听的是啥物？是爱听咱伫遐用伊的话，用伊所予咱的恩典，咱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毋望咱伫教会，咱是搁较侪专心伫上帝话语顶面，咱来认真，咱来追求。上帝就要赏赐福气予咱，主耶稣也要日日甲咱相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创造阮，你予阮成做你的囝儿，你也欢喜将逐项的好物赏赐予阮。主，你搁将你的话语、你的律法、你的启示来予阮，予阮会当照着安尼来去行。总是伫阮的生活顶面，有时阵阮也常常有做袂到的时阵，甚至阮也有犯错的时阵。主，求你照你的慈爱来怜悯阮。主，也求你，予阮会当有机会，会当来改正阮所做无好的代志。伫阮的生活顶面，检测有时阵，阮也会因为阮所做的代志无法度得到你的欢喜。总是主，你有缘听阮。主，你用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替阮来祈祷。但今仔日，你搁一遍，互阮会当知，你所记载伫圣经的话语，拢是对阮有利益。你也爱阮来受你的话语来吸引，互阮能当搁较侪来亲捌你。求你圣神保惠师继续踮伫阮的心中，来感动阮。也互阮有属灵的开口，愿欢喜用你的话，诚做阮活命的美牛。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欢喜，阁会当有气力来服侍你。主，愿感谢你，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即马要来吟祝福诗，圣诗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会众请起立来吟。但愿赏赐五望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联来得到满满的五望。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切恳。